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3月25號。中東局勢嘅發展瞬息萬變，現時投資者都持觀望態度，整體美元同埋主流貨幣只係維持區間上落格局。但係我哋認為緊張局勢最終會逐步降溫，貨幣走勢會回歸基本步。到時美元亦都可能回落至到95至96水平。主流貨幣方面，我哋就繼續睇好澳元。由於澳洲主要出口天然資源，早前大宗商品價格走高，都有利於澳洲嘅貿易條件。加上澳洲央行5月可能再次加息，澳元成為主流貨幣當中最高息，息差優勢有機會利好澳元。人民幣走勢亦都相對硬淨。雖然中東局勢升溫推高油價，但係中國擁有長達3至4個月嘅原油庫存，足以消化近期油價飆升嘅種種負面影響。而自從2025年開始，油價同人民幣相關性亦都有所增加。預料美元對人民幣或者會維持循序漸進嘅升值步伐。今次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